也是唔当走，唔当走，要结束了，袂出来。恁最后一个节目啊，毋是，最后一个节目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人线吼，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今仔日你阮纪念主，你为着阮诞生的日子，你到伫世间，毋是要享受荣华富贵，乃是要为着阮世间人的罪，也要来敬视你家老宝贝。 阮就这献上阮的感谢，也因为主你为着阮诞生，所以阮才有永生的盼望。当阮领受这种欢喜的消息的时，阮就来报互人来知。但今日阮只要透过阮的赞美礼拜，阮透过阮的一寡节目，就是要甲这个喜乐带到伫报人来知。阮恳求主，你看过阮，继续看过阮所有的人，将你的祝福，将你的疼。 就是伫每一个人心上，让阮为着今仔日，阮显明，阮显现伫你主的面前的，献上阮满心的感恩。由此继续引带带领阮逐人头前所要行路站，愿咱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